Hello， 大家好，我係 HKEPC 嘅 Dom 仔啊。4年一度嘅世界盃開鑼啦，今年就有好多看點。首先當然今屆世界盃係有史以來嘅最大規模，有足足48隊去參賽，而且都好大機會係兩大球王美斯同埋 C 朗嘅最後一舞。仲有麥巴比、耶馬夏蘭特呢啲新世代嘅球星都係今次嘅看點。我哋呢啲坐喺屋企嘅觀眾亦都會有新嘅觀看體驗啦。我哋會多咗球證角度嘅轉播畫面，另外都會有球員 3D 模型嘅畫面去俾我哋睇球員點樣越位。呢啲咧都係今屆世界盃嘅官方科技合作伙伴 Lenovo 透過 AI 去幫手達成嘅。除咗呢啲之外啦，佢哋仲做咗好多嘢去協助賽事營運同埋實況轉播噶。雖然呢啲科技可能對我哋呢啲喺屋企睇波嘅球迷嚟講係有啲遙遠，但 Lenovo 嘅 AI 同我哋嘅距離其實係比想象中近噶。佢哋嘅消費級產品都會有 AI 功能嘅，例如 Lenovo 趁今次世界盃推出嘅一系列2026世界盃聯名產品啦，有啲都支援佢哋最新嘅 Kira AI 系統。無論係學生、創作者定係休閒用家，可能都用得着佢嘅功能。我就好彩咁有3部 Lenovo 嘅世界盃聯名款 laptop 喺手，佢哋全部獲得咗 FIFA 嘅官方授權，都有啲收藏價值噶。想紀念一下今年世界盃嘅球迷朋友就絕對可以留意下啦。先講呢部高階 Yoga Slim 7i Ultra All-Right Edition FIFA World Cup 26 Edition， 咁佢係一部只有975 gram 重嘅14寸輕薄 laptop， 定位上就會比較適合有便攜需求嘅用家。雖然係輕，但佢都用到一個做工唔錯嘅美鋁合金外殼。採用 Cosmic Blue 藍金配色，同時都加入咗一個金色嘅鏡面 FIFA 2026世界盃徽章，係相當有質感嘅。機底咧仲會有 Lenovo 同 FIFA 聯成嘅 logo， 於是就跟咗3款世界盃主題嘅 Touchpad 貼紙俾你。配件方面亦都有送一隻配色 match 翻部 laptop 嘅藍牙無線 mouse， 成部機內外係充滿住世界盃元素，一睇就知部機嘅主人係有留意足球噶啦。規格方面，呢部機就用到 Intel 最新一代嘅 Core Ultra 7355 CPU、32GB RAM 同埋 1TB SSD， 另外都有一隻 2.8K 嘅 120Hz PureSight Pro OLED Touch Mon， 性能係足以應付文書、多工處理，甚至係輕量嘅執相同埋剪片嘅。而且佢支援 Lenovo 嘅 Kira AI 啦，就唔只係一個 chatbot 嚟嘅，而係一個可以跨裝置運行嘅個人 AI 助理。佢會記得你喺唔同裝置上面做過嘅嘢，同埋可以幫你 catch up 翻你 miss 咗嘅資訊。而且佢會識得根據你熒幕上嘅畫面提出下一步嘅建議。另外佢有會議記錄同埋 summarize 嘅功能，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任何細節啦。佢成個 package 係十分適合帶出街做嘢。如果你係一個對性能有啲要求，或者需要做啲輕量執相設計嘅工作，但又好睇重便攜性嘅人呢，咁呢部 laptop 就好啱你啦。如果你嘅需求比較簡單，只係需要做下啲文書嘢睇下片咁樣， Lenovo 都仲有一部價錢比較相宜嘅2026世界盃聯成版 laptop。呢部 IdeaPad Slim 5 FIFA World Cup 26 Edition 咧係一部16寸嘅輕薄手提電腦，用到一個相當清新嘅 Breeze Moss 配色。而今次佢喺 A 面同埋底部印上嘅2026世界盃 logo 係銀色嘅，另外都會有 Touchpad 貼紙同埋一隻相同配色嘅藍牙靜音滑鼠，隻滑鼠表面亦都有印上世界盃 logo 嘅。規格方面，呢部 laptop 一樣都係一部 Copilot Plus PC， 一樣都用到最新一代嘅 Intel Panther Lake CPU， 不過係主流級嘅 Ultra 5， 同時都有 16GB RAM 同埋 1TB SSD。螢幕會係一隻16寸嘅 WUHGA 60Hz IPS 螢幕，支援 WiFi 7同埋藍牙 5.4 連接。一般人攞嚟做下文書工作、煲下劇係絕對足夠有得嘅。如果你係遊戲玩家嘅話咧，今次 Lenovo 都推出咗世界盃聯成版嘅 gaming laptop， 就係呢一部 Legion Pro 7i FIFA World Cup 26 Edition。佢係一部用到鋁合金外殼、有 RGB 燈效嘅高階打機 laptop 嚟啊！同普通版最唔同嘅係，佢喺 A 面上印上咗代表住2026年嘅26字印花，同時都加入咗 FIFA 2026世界盃嘅 logo。另外都會有3款 Touchpad 貼紙，咁可以黐翻你自己中意嗰款。規格方面呢，呢部機就內置 Intel Core Ultra 9275HX CPU 同埋 NVIDIA GeForce RTX 5070 Ti Laptop GPU， 都係一個相當高階嘅配置。散熱都用到獨家 Cold Front Vapor 散熱設計。透過均熱板同埋整合式 Hyper Chamber 設計，令到成部機總共可以達到250W嘅功耗釋放。另外都內置咗 Lenovo AI Engine Plus 嘅晶片，透過 Legion Space 軟件可以自動根據使用狀況控制風扇轉速，幫用家平衡翻效能同埋噪音方面嘅體驗。同時佢係識得慢慢根據你嘅使用習慣去微調功耗釋放嘅設定。螢幕方面，佢亦都有一隻16:10嘅 WQXGA OLED Mon， 刷新率係240Hz， 有 100% DCI-P3 嘅色域覆蓋同埋 NVIDIA G-Sync 嘅支援。無論你係攞嚟玩足球 game 定係其他種類嘅遊戲都好夠做。唔知各位球迷觀眾可唔可以揾到一款啱你嘅產品呢？咁最後都提大家記得理性消費啦。呢條片大約就係咁多，記得訂閱 HKEPC 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